儿母那临死表弟对我十分恩爱，华年之岁，我觉又是深情。为想在来养自己，与我那鬼淫妻。在那东阴月下，千阵的苍苍巨雄文。至今诸人忘死了。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依，夫妻们在月下才能私奔。接上我的书信，就在黑城庙内死已生死。下官虽在今日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人世荒芜。哎呀，桂英啊，桂英，你的英文不要没有于我，我一时不得已呀。我精神恍惚为这的，这也是王魁不得已，故为了渡尽教子体。2年间，他与我共成疾，3根灯火无根基，谁知生离生死别，八辈的恩爱真人送的，但请那名声高大了草都下官明着门之夫人，去听那名声高道，与那教子多年几卷经文，也就是了。叫他与父母亲女在那与亲，云知道了。秋意外，已显得有些凄凉了。明月已经深深的，望来残灯是对你。耳边像幽听的风声起，望春望
此生是死因呐！莫非我一向生鬼门，不与我闻生起疾病？满是鬼神之事不可平行，众神有悔，我王配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天子的门生，怕他之神呐！马上王配太失去，为么真快把长远去？登去把此树立，今夜有恩死神，有天不见了，莫非是我今生荒不素子，岂是有他？莫不是岁被毁灭？有着